人对我讲，咱来去耶和华的厝，我就欢喜。因为我的兄弟甲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讲，愿平安伫你的内面。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厝的缘故，我要替你求福气。敬拜俄罗，也敬拜团。咱就爱俄勒耶和华，因为一切拢对伊来，看你这位平安。咱做位起立，用国语来俄勒咱的上帝。生命在于你主力量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你，生命在于你主力量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生命在于你主力量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你，生命在于你主力量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你，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，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，全心赞美你，全力赞美你，我的盼望在于你，因为生命在于你，生命在于你主力量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你，生命在于你主力量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，再次来宣告生命，生命在于你主平安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你，生命在于你主力量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你，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，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，全心赞美你，全力赞美你，我的盼望在于，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，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，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，全心赞美你，全力赞美你，我的盼望在于你，生命在于你，生命在于你主力量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你，生命在于你主力量，在于你主盼望，在于你主在于你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我们的神。请坐。耶和华是咱上大的帮助，咱要时常来信靠伊，求主来拍开咱的心门，透过诗歌来领受伊的恩典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写字将永远我命来守护。我相信你必是我的阿爸。
神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给温柔的同在来看谁。我相信生命中我美好计划，伊一相随。我要一生跟对伊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真靠伊会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便利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耶稣是咱的爱护者。我相信，耶稣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给温柔的同在来看谁。我相信，生命中我美好计划，伊一相随，我要一生跟对伊。咱举起咱的双手来宣告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心靠伊会有福气，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便利。主啊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主啊，我相信。我相信，伊是咱信实的上帝，伊会做咱上大的帮咱，是伊来帮助咱。阮要多多来敬拜你，来仰望你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上帝永远拢是真，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伊是阮的阿爸爸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就是阿爸爸，伊看我做宝贝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正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伊听我做宝贝。求主继续安静咱的心，将咱的心思意念拢交托予主，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是永远的照顾。按着安静心，伫伊
的面前，虔诚有愿望来学乐意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。无声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袂惊。袂放撒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咱将咱手托伫咱的心肝顶，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心安静伫你。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，我的无声，我心所听，放落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。我拢总袂惊，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撒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。咱用双手来宣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照伴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袂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袂放撒我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，用我一生，用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这。圣诗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13首，圣诗第113首。我来朝见你，救赎我的主。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来朝见你，救赎我的主。
咱依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四道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岛任来受苦，定是地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这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来启应，启应文第8篇，启应文第8篇，上是诗篇23篇。我来启，请会众来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伊予我心的快乐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主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。这是三甲来祈祷。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保守，互阮伫即个困境中拢有平安来经过，献上感谢。伫这清早，阮即群受分别的兄弟，搁一届组织伫即个殿中来敬拜阿罗你，由你暗耳孔听阮阿罗的声。阮伫即个疫情甲抗旱的影响中，恳求主帮助阮，会当平安来经过，也有及时的雨水来补足阮的欠缺，保守阮即块土地会当一切平安。今仔日是台南新人院的牧师来甲阮分享信仰学习的道路，信仰学习的路，由你保守，互阮每一人有柔软的心来领受对你来的启示。求主使阮伫陈牧师，互伊所讲的带有你的快乐甲能力，互讲甲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帮助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圣经，咱三甲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13节。马太福音第1章第7节到13节。我来读。过6日，耶稣另外带彼得、雅各甲雅各兄弟约翰，带因爬上关山，当因的面前形状变换，伊的面光亲像日，伊的衫白亲像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对因显现，对伊讲话。彼得应耶稣讲：“主啊，咱伫遮真好，你若爱，我要伫遮搭3间寮啊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你以利亚。”伊要伫讲话的时，忽然有大大的云搭因，阁有声对云出讲：“这个是我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着听伊。”耶稣听去就拍落去。真在惊，耶稣进前望因讲起来，无得惊，因夜目无看见一人，只有耶稣尔定。落山的时，耶稣命令因讲：人死也未对死人中搁活，无得用所看见的甲人讲。伊的学生问伊讲：安尼就经学师讲以利亚着先来是怎样？
伊应讲，以利亚果然来，要兴起万项事。若是我甲恁讲，以利亚已经来，也因毋捌伊，因伊所爱来款待伊，亲像安尼，人子也要受因的陷害。耶稣才会晓得，伊所讲的是只行洗礼约翰。愿祝福听伊的话倒行的人。好了，这一声圣歌队，当答案无够的事。正道，这是要请陈牧师来带咱正道。正道的题目是信仰学习的路，信仰学习的路。
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今日早起8点的第一堂花季的礼拜，我已经有讲起以利亚所发生的代志。伫早起的第一堂的礼拜内面，我有讲起，咱要认捌上帝，有一个最要紧的方法，就是通过咱的服侍。通过服侍中，咱有机会更较亲密来认捌咱所相信这位上帝。伫今日的第二堂，我伫遮所要讲的，用这个马太福音17章，当耶稣带3个学生去到伫山顶，伫遐因看见耶稣伊的面貌改变，通常称作山上变貌。耶稣的面貌改变光影影，因伫遐到底是看见什么？这个会通讲是咱伫信仰中非常奥秘的一项代志。咱若对规个马太福音内面看，你会通了解讲，这个会通讲是规个马太福音的一个高峰。当然，伊最要紧是后来耶稣去到伫耶路撒冷，伫遐顶十字架。但是是这个进程所发生上界要紧、上界关键的其中一项代志，就是今日咱所读这个17章。伫山顶，耶稣变换伊的面貌。耶稣带3个学生，彼得、雅各甲约翰。第一个，当咱咧读这个经文的时，咱会通去问：是安那是这个3个学生？耶稣敢毋是总共有12个？啊，是安那甲伊这3个？咱若用同款的角度落去问的时，你就真紧发现，伫这个福音书的落尾，当耶稣伫受卖迄暝。伊去到伫克西马尼园的时，伫遐祈祷，伊带伊学生，然后甲因讲啥？恁伫遮祈祷。伊阁带这3个学生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进前叫因讲恁伫遮祈祷。然后呢？然后耶稣阁去入去到伫阁较深的所在祈祷。这是啥物意思？咱每一个人相信上帝，咱做一个基督徒。咱对上帝的认捌有深有浅，偏偏是耶稣的12个学生，拢是耶稣所拣出来。但是这12个学生内底，有哪有深有浅？这3个学生，咱来用一般话来讲，就是讲，因对耶稣对较调啦。他们紧紧跟随耶稣，所以呢，当耶稣要去到关山的时，这3个学生有哪对调，所以伫遮连面咱所看见、所发生的代志。因伫遐经历着，啊，另外迄9个呢，啊无来啊，啊无来就无法度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是不是紧紧跟随他？啊是讲啊，咱都缀后壁远远啊就好啊，缀后壁远远啊，倒咧缀就好啊。安尼若是安尼，咱上界要紧、上界关键的代志，咱都无机会看到。无机会经历到，咱就无明白，唔知影。啊嘛是信徒，但是咧，咱就外啦，外。耶稣带这3个学生去到伫关山，要创啥物？伊伫遮无特别讲，但是通常耶稣伊也经过一段服侍的时间了后，因拢会退去到伫旷野，或者是去到伫山顶创啥物？一方面是休困，另外一方面是伫遐祈祷。因为通过休困甲祈祷，会通重新得到快乐。我要讲，今日咱读的这段马太福音17章，甲我第一堂所讲的以利亚列王记的以利亚迄段记载，有非常深的关系。早起我相信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已经有听见，你连伊听落的时，你会发现讲，这段含迄段，哪会遐尔啊相像？因去到伫关山，伫因咧祈祷的时，耶稣伫因的面头前变换因的形状，面光影影，伊的衣裳、伊的衫，亲像光遐尔啊白。然后出现2个人物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。是安那是这2个人？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？伫因犹太人的心目中，这2个人是上界重要的人物，因为摩西是去到伫西奈山顶去领受10条诫落来，以利亚是因心目中上界重要的先知，
所以当摩西甲以利亚出现的时，摩西所代表的是上帝的10条诫，会通讲是咱所讲的5经，犹太人称作律法。以利亚代表的是所有的先知，所以伊代表先知书。当咱5经甲先知书，是讲律法甲先知书加起来，差不多是因犹太人旧约的全部啊。所以当伫即个所在出现即2个人物，毋是凊彩讲对旧约内底出现的，毋是，这有上帝伊特别的心意，代表上帝伊的话通过律法甲先知来向咱启明。所以当这3学生看见摩西甲以利亚出现，甲耶稣伫遐咧讲话，伫马太福音无记载讲因咧讲啥，但是路加有记载，因是咧讲关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顶12架的代志。当这个代志发生了后，我相信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因这3个人看见这个咱现在人讲的话，叫做超自然现象、神秘的情形发生的时，因无法度了解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因应该伫迄个时阵会非常的，一方面是欢喜、兴奋，一方面可能会惊，因为这是神圣、神圣的景象伫遐来出现。所以彼得伊甲耶稣讲：“主啊，咱伫遮真好啊，真好。你若爱，咱搭3座寮啊，一个互你，一个互摩西，一个互以利亚。彼得的意思是啥？咱伫遮真好啊，咱大落来就好啊，莫阁行啦，莫阁去啊啦。”有可能彼得看起这，伊一个时阵毋知要哪回应，但是伊的内心看起这个新生的代志来发生的时，伊的心内非常的兴奋，非常的欢喜。伊愿望会通继续一直停留伫这个状况的内面，所以伊甲耶稣讲：“咱伫遮就好啊，莫阁行。”我相信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捌经历过的。上帝向咱较亲密的显现，可能是咱伫咧参加特会的中间，有可能是伫牧师的陪灵布道的中间，有可能是伫咱个人的灵修的中间，向咱感受到上帝伊的临在。当咱感受到上帝伊的向咱显现甲伊的临在时，我相信咱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火热。咱会感觉非常的好，咱也真盼望迄个情形会通继续一直留落来。但是其实咱拢知，这个情形会一段时间，但是渐渐伊就会退去。彼得伊伫遮听见摩西、以利亚甲耶稣咧讲话时，伊甲耶稣讲：“咱伫遮就好啊，莫阁行啊。”但是，伫伊甲耶稣安尼讲了后，忽然对天顶有一个云来遮因，而且有声音甲因讲：“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所欢喜的。”这两句，咱有感觉，敢若伫倒位捌听过啊无？这是我所喜悦的爱子。这句话在哪里出现过？是耶稣当要出来传道，去到伫约旦河边，在接受洗礼约翰的洗。当伊对水面出来的时，天顶的天开开，有对天顶有声音讲：“这是我所听的囝。”但是即摆伫马太福音的这个第17章，搁加一句话：“恁着听伊，你们要听他的。”多了一句话。咱会记的圣经每一摆啊出现拢同款的时，伊有伊特别的意思。咱也爱会记的圣经啊，逐摆出现同款的时，搁加一句话，迄句话搁较重要。好，伊遮搁加出现讲，你们要听他的，恁着爱听伊。真侪圣经学家咧问讲，即句到底是指啥物？是因为耶稣是老师，啊，因遮是学生，所以着爱听老师的话，还是有特别要指啥物代志啊无？
咱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咱可能毋是干那读今日要读的这个17章的经文安尼啊。咱爱详细对马太福音至少前后前1章、前2章甲后壁，拢爱甲伊读过。我现在要请咱大家，你若手头有圣经摕出来并上好，若无你注意听。今日咱的17章第一句话讲过6日了后，啊，所以过6日了后，意思是头前发生啥物代志。咱若去看第16章的时，咱会通知影讲，第16章耶稣带伊的学生过迄个撒该利亚腓立比的即个境内的时，耶稣甲学生考试，考啥？人讲我是啥物人？我是几罪？啊？人们说我是谁？人子是谁？因就讲，有人讲你是洗礼约翰，有人讲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讲你是耶利米，也是先知中其中的一位。好，其实第一个问题，毋是耶稣真正要问的。耶稣真正要问的问题，毋是人讲我啥物人啦。耶稣真正爱要知影的问题是，你讲我是啥物人？你们所认识的，你个人所认识的耶稣到底是谁？这个是耶稣向咱每一个人的挑战。我有时啊，伫神学院，有时啊学生要来考试，要来考神学院，啊，请伊自我介绍。啊，有的考生就讲哦，啊，阮阿祖啊，伊就是伫当时伫遐来信耶稣，啊，然后因就开始伫遐聚会，啊，阮阿公安怎，啊，阮老爸安怎，啊，所以我要来读神学院。你讲的拢恁阿祖、恁阿公、恁老爸，啊你咧？所以咱有时做信徒，久，咱敢若听见讲别人讲耶稣安那，别人讲上帝安那，别人讲咱所明白的迄个信仰，敢若是别人讲的。但是耶稣搁较关怀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咱对耶稣本身的明白是甚物。所以耶稣问讲：你们说我是谁？即摆彼得的回答，非常的好。伊讲你是基督。是上帝的独生囝，伊一摆就讲了对啊，但是当彼得伊即个回答了后，耶稣甲伊讲，你是有福气的，因为即个回答毋是出自你的肉体，是出自圣神甲你感动，所以你会当即个回答。会通，咱若对后壁佫发生的代志，会通知影讲，耶稣可能意思讲吼。你会当回答了遮好吼，超过你本来程度啦。你本来可能无遐尼了解，但是毋知影雄圣神甲你感动，你会晓。我会记得我大学的时，阮因为读理工科的，爱读迄个微积分，第一学期就学了无真好啦，第2学期已经到迄个及格边缘。一摆期中考考试考卷本落来时，我拄啊58分。老师咧甲阮对答案，我对，我有一条我都写了对啊，老师较无我分数，我看了足欢喜啊，58分，佮加迄分落去，就会及格啊。我就赶紧下课的时去甲老师讨分数。老师讲吼，我知啦，我有看到你这个啊，你答案毋写了对啦吼，但是你会当甲我讲你这个答案安怎造出来无？我互老师详问一下吼，我说我想一下吼。有影，我迄站吼，迄条我袂晓，但是因为迄我着用x 吼 ，x 等于1，就去倒看觅，毋对，搁倒2，搁倒3，一直倒到尾啊 ，x 等于4，倒落去搁对，我就甲写 x 等于4啊。老师讲，我知，我看你这解答吼，我就知影你可能用倒的啦吼，用倒的算对还是毋对？答案嘛是对啦，但是用考试的标准来讲吼，安尼你袂晓即个题目嘛。所以老师讲好啦，无这一条吼10分，我互你5分啦。因为答案就真正对啊，伊就互我5分，加落去拄啊及格。彼得我咧摇即个所在可能像安尼啦，伊讲你是基督上帝独生囝，伊讲了对。是安怎我讲伊可能是用摇，还是讲圣神感动，互伊向讲了对。因为刷了当伊讲。你是上帝囝，是基督的时，煞了耶稣开始预言，伊要上耶路撒冷，然后要交伫遐要迫害伊的遮个
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的手头，然后要互钉死伫十字架。当耶稣讲完这代志了后，彼得安怎甲耶稣讲？主啊，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！伊叫耶稣讲：主啊，先生、老师，但是袂使。你甲想看卖哦？咱去公司食人个头路，啊头家甲咱交代啥，还是讲头家讲伊要创啥？咱听听讲头家袂使。主耶稣是主，但是彼得做伊的学生，伊甲老师讲袂使。所以耶稣伫遮差不多出现，咱伫新约内面看到耶稣上界歹的一摆啊！撒旦退去，撒旦退去。咱想讲彼得就叫耶稣莫去，安尼就好啊。谁那耶稣哪会遮受气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调门徒的时，伊甲门徒讲：恁若要跟对我，就爱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，有无？但是来到伫即个所在，当彼得伊头前才知影讲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囝，伊会晓安尼讲的时，然后耶稣讲上帝的独生囝基督就是要上耶路撒冷，要死伫十字架顶。彼得甲耶稣讲，千万唔通。所以耶稣才会遮尔啊严格甲伊讲，撒旦退去。我想即段的经文，互咱会通理解一项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常常亲像彼得，咱会讲亲像彼得嘛已经袂歹啊。对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亲像彼得已经袂歹，但是咱常常是伫即个关键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唔通去攀十字架啦，唔通去做遐艰苦代啦。咱要缀耶稣，咱要享受耶稣所赏赐予咱的福气；咱要缀耶稣，要享受耶稣予咱的平安。咱要看见五块饼两尾鱼，咱要得到这个世界真多的快乐，真多的稳定，这咱拢要。但是啥？耶稣讲要做我的学生，都爱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来缀耶稣。彼得讲：主啊，唔通。爱付出代价，但是咱无爱，所以耶稣伫遮甲彼得讲：撒旦退去。所以咱若有清楚头前16章所发生，还是讲伫经文讲6工前、6日前所发生的这个代志，耶稣甲伊讲撒旦退去了后，耶稣佫讲一摆，讲人若是得到全世界。失去家己的生命有啥物利益？所以耶稣要讲的就是，咱爱放弃伫即个世界的追求，专心来缀耶稣。所以即马咱即马倒来到伫因即个山顶的时，看见摩西、以利亚，然后彼得感觉讲伫遮足好。彼得伊的想法吼，其实甲6日前的想法是差不多啦。伊才会讲。主啊，咱伫遮足好诶，足好诶，安那大咧就好啊，莫阁行啦，莫去耶路撒冷啦。所以对天顶有声甲伊讲，这是我所听的囝。每一摆出现即句话时，要搁一摆表明耶稣基督伊的身份，因为甲我咱有讲起。伫约翰，伊接受约翰的洗礼，对水灵出来的时，天顶的声音讲：“这是我所听的囝。”这表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囝，伊的身份。所以即摆佮共款，佮对天顶佮有声音讲完全共款的话，耶稣基督伊的身份。但是后壁即句话，恁爱听伊，应该有特别的意思，就是讲。6日前，老师甲恁交代，爱去上耶路撒冷，伫遐顶十字架，爱听伊啦。你即马佫讲要大，伫遮大咧就好啊。这样有没有接在一起了？圣经事实上，伊所记的每一句话，拢非常的奥秘。你也前前后后落去想的时，你会发现讲，伊每一句话事实上甲伊的前因后果拢有关系。所以伫遮。即摆耶稣无甲伊歹，无甲伊骂，但是是对天顶的声甲伊讲：“这是我所听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爱听伊。”门徒听见即个声，
趴倒伫咧地顶，伫咧涂骹顶，因为啦，因为对天顶来的声。早起的第一堂我有讲，以利亚伫伊经过真忝、真孤单的服侍了后，上帝安慰伊，然后甲伊讲：你出来，徛伫即个山洞的外口。然后伊经历过风，经历过地动，经历过火，所以迄个神秘，上帝显现伊的荣耀，互咱有做软弱的人看见。伫即个所在，咱会通讲，天顶有迄个声来甲伊讲，这是我所听的囝，你着爱听伊的是。我相信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因三个人一定是惊甲死准，比甲我搁较惊。所以趴伫个涂骹顶，然后耶稣挖滚因，甲伊用手甲伊摸，甲伊牵，讲起来，不要害怕，毋免惊。当因起来了后，夜目一个看，甲我摩西、以利亚，即马拢无啊，剩耶稣一个人伫因的身躯边。搁刷落去后壁即段经文，咱真侪人拢会忽略，因为咱会感觉讲哦，17章的头前即几节经文，一直到第7节，还是讲到第8节，这差不多是上介精彩的经文，所以咱会忽略后壁即段经文。但是我要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要来认捌上帝，咱的信仰要爱进步。后壁即段落山的时所发生、所咧讲的话，即段经文，运也非常的重要。当因发生这个代志了后，开始咧落山，耶稣先甲因交代讲：人子还未对死搁活的时，恁毋通将所看的甲别人讲。耶稣无爱因即马先讲，无爱因即马先讲，是安怎？有可能因即马所看、所听的，甲我所经历的这个代志，因抑阁无完全明白。无完全明白的代志，你就开始要讲。有时啊，可能会毋对。然后门徒开始问老师，问耶稣讲：文书写了讲以利亚要先来，甲我因伫山顶有看见以利亚，但是因会阁问即句讲是安那？文书讲以利亚要先来，因为事实上，伫咱的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内底有记载，伫基督。也是讲上帝所差遣的迄位要来进前，啥物人先来？以利亚会先来。这是马拉基书内底有所讲的。咱也逐摆现着马拉基书，咱个想着讲，上帝甲因交代讲，恁爱奉献1/10啦，吼。但是马拉基书内底虽然短短，抑阁讲足侪代志，足侪要紧的代志。连面咱礼拜煞，我有专题演讲，要讲关于婚姻甲家庭的代志，我会讲到马拉基书。非常要紧的一本册，所以伫迄内底有哪有讲起基督要来进前，以利亚会先来，所以学生一定有联想到，甲我伫山顶有看到以利亚，是毋是就是阮甲我看到迄个，还是安怎？但是耶稣伊的回答是讲，以利亚虽然要先来，要复兴所有的代志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以利亚已经来啊，人却无认捌伊。而且安那随意来对待伊，人子也要亲像安尼，来互因要受到因的受害。所以门徒听这话了后，因开始明白，耶稣所指的迄个以利亚，应该就是洗礼约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后壁这段经文到底对咱的信仰的认捌有啥物要紧的意义？我伫遮，我先讲一段故事。几当前，阮台湾神学院北神啦，吼，台湾神学院，离咱遮较近的是台湾神学院，吼。台湾神学院对英国有请一个真正出名的历史学、教会历史的老师来到伫神学院来演讲。伊咧演讲主要的内容就是，咱知影北部的这个长老教会当年是马偕牧师，吼，对加拿大来。但是马偕牧师伊的老爸老母因迄代拢是对英国的苏格兰，搬
刷去到伫加拿大。啊，所以我讲的迄个对英国来即个教授，伊咧讲的是，当时伫马偕牧师因的阿祖也是阿公迄代迄个时阵，伫苏格兰发生一个宗教的大的复兴，宗教大复兴。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人，迄个人叫做查麦士 （Chalmers）。哦，伊的出世的年代是1780年到1847年，所以你甲算，你就知影差不多是马偕牧师因的阿公也是阿祖迄代的人。伊即个查麦士牧师，伊本来是一个生理人的囝，啊，伊的老爸爱因后生去做牧师，但是呢，即个查麦士是真够读册无毋对，但是伊读大学的时上届爱读的是数学甲哲学。哦，咱一般人拢感觉即两项拄好上歹读的吼，啊，伊最爱读这个，所以伊的成绩嘛拢真好。但是伊照因老爸意思，后来有去读牧师，然后就真正派出去咧做牧师。虽然派出去咧做牧师呢，即个查麦士伊开始咧做牧师的时，伊想讲做牧师上介要紧就是礼拜日迄个讲道有讲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剩的时间拢无要紧，哦，啊，所以伊拢创啥？伊拢咧研究伊的数学。咧研究伊的哲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阁受大学的邀请，因为伊本来就足够啊，阁受大学的邀请去到伫大学内底，去伫遐咧做兼任老师，伫遐咧教册，全部的时间拢伫遐咧教册，敢若礼拜有倒来伫教会咧讲道安尼尔。一段时间，到后来29岁迄一年，伫迄年的寒人，伊破病非常的严重。大家拢想讲伊会死啊！哦，迄当时医学非常有限嘛，吼，所以破病非常严重，伊想讲会死。但是伊伫迄个病中，伊重新来经历上帝。伊开始咧想着咱人生命有限，开始想着咱人的头脑搁较敖，啊，无法度超过圣经上帝所启示的。伊开始去反省这个代志了后，伊甲上帝祈祷讲：我来通搁活起来，我愿意真正专心做牧师啦。伊本来嘛有咧做牧师，但是做牧师就是凊彩啦，吼，有讲道就好啊，剩的时间拢做伊爱做的代志。但是伊甲上帝祈祷讲：我来活起来，我要专心。上帝真正听伊祈祷，互伊好起来。好起来了后安怎？伊变一个人。因迄个时代的神学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较爱传福音、较爱读圣经、较爱祈祷，鼓舞逐个人都爱读圣经、爱祈祷的。但是迄种人拢互笑。另外一种人是啥？另外一种人研究学问，咱即马讲，叫做自由神学，用人的头脑来讲圣经倒位毋对，用人的头脑来讲古早这信仰已经倒位无下即个时代，迄叫做自由神学。查麦士本来都一种，当然就是用家己的头脑伫遐研究圣经，倒位毋对，倒位无合理，倒位无科学嘛。但是伊伫病中得到上帝医治好起来了后，伊即马知影讲上帝得熬啦，伊无外熬。伊开始热心传福音，伊知影过去所有的态度拢毋对，所以热心传福音，热心去探访因的会友。因当时其实遐所有的人拢是基督徒啦，但是有的人都无来礼拜嘛。伊就开始一个一个去甲伊探访，一个一个去甲伊找倒来，啊，帮衬遐个艰苦人，啊，也鼓舞遐个好业人，捐搁较侪钱来帮衬遮个艰苦人，遮个艰苦人的囡仔，互因机会通去读册，开始做足侪遮个好个工课。伊遐个大学的教授，遐个朋友拢甲笑讲伊头壳歹去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听会感觉足奇怪吼。因迄个时阵拢家讲家己基督徒。但是，就是有一派遐用人的头脑咧想代志的人，用人自我中心咧想代志的人。虽然这内底嘛有牧师，因较早拢甲查麦士共款，拢是好朋友。但是，等嘛查麦士开始信用好起来了后，咧热心咧传福音，煞去互遐人甲笑啥？笑讲伊是笑的，真正安尼甲笑。但是伊伫祈祷中，伊伫伊的日记内底，伊家己安尼讲。伊讲较早伊想讲伊是一个哲学家，伊看轻圣经内底一寡教示，但是伊即马有一个对上帝遐来火热的心，伊所传的道理
是较早伊无啥相信，伊就做牧师，顾不得已嘛是安尼传。但是伊即马真正知影这是上帝的话，所以伊讲伊亲像是顶头生共款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会讲这段历史，就是讲，因为伫迄个马街牧师因的阿祖迄代，因伫苏格兰有发生这代志，后来真侪教会甲这个查麦士牧师共款，因这个牧师有那热心起来，教会规个热心起来，后来到法度，互这个苏格兰成做一个对信仰非常热诚的所在。所以咱通知影讲，后来咱南部的教会，马雅各医师，吼，甲后来遐其他的宣教师，就是对苏格兰来，共一个所在。后来因遐人移民去到伫加拿大，成做马街，因即代人还阁来到伫台湾传福音。咱的福音是安尼来，但是咱所拄着的挑战是啥？咱现在台湾的长老教会所拄着的挑战，就是有哪个要用人的头壳去讲圣经倒位唔对啦。咱即马所拄着的挑战，就是亲像彼得甲耶稣讲：咱住伫遮都真好啊，唔通阁行啦，唔通去耶路撒冷啦。唔通定十字架啦！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搭3座棚子，咱得保持现状就好啊啦。这就是咱即马这个时代，咱家己的教会，所有的长老教会普遍所面对的现象。但是耶稣的心意唔是安尼，上帝的心意唔是安尼。上帝对天顶的声是讲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因落山，当因开始向耶路撒冷咧行的这段路，其实因所伫路人咧讨论这个代志。我做一个新学院的老师，我咧看，我感觉伊这个真正要紧。当然，咱会通讲，伫山顶所经历遐个神秘的代志，可遇不可求。有时啊，上帝伫啥物时阵，伫啥物所在，要互你发生，你就发生。当然，我伫第一堂的时候，我有讲。如果我们跟耶稣跟得紧，咱常常对耶稣对调调，咱就较有机会通去看见。但是落山的这段路，有那真要紧。有的人也感觉讲信仰，我2礼拜前才听一个学生讲，伊讲科学是理性，信仰是感性的，爱敢对？科学是理性，这无唔对啦吼，科学一定爱理性，无科学。信仰是感性，信仰敢感性尔，信仰只是感性而已吗？唔对，耶稣甲咱教讲，你得爱尽心、尽力、尽意。所以信仰唔是干感性，唔是干靠你的感觉啦。咱若信仰干靠感觉，足可怜啊！有感觉就有，无感觉就无啊，敢唔是安尼？耶稣讲，你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尽力就是爱尽你的意志。你有啥感觉无？但是你嘛相信有，因为咱知影有，所以咱继续坚持落去。信仰嘛是理性，因为通过咱信仰理性的学习，特别是学习圣经、学习上帝的话，咱会通更较明白上帝。咱当迄个感性，还是讲神秘的经验发生的时，你知影发生啥物代志？你也无读以利亚，早记咱讲的列王记。真正迄个代志发生伫你身躯顶的时，你嘛毋知。咱若无真正读马太福音，今日即个17章，真正发生伫你身躯边的时，你嘛毋知。所以咱嘛爱通过咱的理性，咱人的头脑啦，简单讲，用咱人的头脑，咱也爱去明白上帝。过去中世纪有一个神学家讲，因为咱相信，所以咱爱追求理解。相信上介重要，无毋对。你若干那要追求理解，你无要相信，你搁安那理解，你都无理解。但是因为咱已经相信，你相信了后，你会想要搁较明白这个上帝。所以相信，搁爱追求理解。学生因伫山顶，因看见这奇妙的神力的时，因已经搁较相信，因心内嘛愿意顺服。但是安那，因嘛想要理解啊，因为读马拉基书啊，马拉基书讲以利亚要先来啊。所以因就问耶稣，耶稣就甲因讲解。所以因落山的这段的过程，毋是无重要。这段过程敢若亲像啥？敢若亲像咱咧上圣灵主日学，敢若亲像咱用信仰的角度咧做专题演讲，咱敢若用信仰的角度，咱咧研究圣经，咧读圣经。
常常咱会感觉讲啊，礼拜日有来做礼拜，安尼就好啊，毋是。咱即个圣经有内底有非常多的奥妙，咱若无认真地去研究，咱可能干那靠逐礼拜来听牧师的讲道，咱会通理解非常非常的少。所以因这学生伫咧落山的这个过程，耶稣开始甲因讲解旧约内面的教示。你会记无？当耶稣对四个活了后，有一摆两个学生对耶路撒冷要去以马忤，然后耶稣出现伫因的中间，因认袂出来，对无？然后呢，一路行，一路咧谈论啥？耶稣将旧约所记着，耶稣要过来的这个代志，所有甲学生甲伊讲解，互因明白。所以当因安尼一直听，到后来耶稣要擘饼的时，因目睭光，目睭开，因认出这个人就是耶稣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用时间读圣经，咱爱用时间来明白上帝伫圣经内面所要甲咱讲的话。咱毋是干那靠感性，啊，若干那靠感性，吼，咱就来去干那参加特会。我毋是讲特会无好哦，吼，特会嘛真好。但是伫特会中，咱有时啊经验到上帝的临在，经验到上帝的显现，咱的心真正激动，咱的心真正安慰，也是逐种无共款的感觉。但是干那迄无够，咱爱亲像学生落山的这个段落。因开始问先生讲：圣经内面旧约遐讲啥？遮讲啥？迄啥物意思？咱做一个基督徒嘛是应该安尼来学习。搁一项，当因落山啊，往前行是要行迄倒？就是要去耶路撒冷啊！就是要去耶路撒冷。这是咱上界无爱。咱做一个基督徒。有的人会爱要参加迄个特会，参加灵恩的特会，参加医治的特会，因为伫迄个特会中间，你会经验到上帝医治、上帝奥秘、上帝的真侪的感动。有的人真爱，这无啥物毋好。但是我甲我讲，另外一项，咱爱读圣经，爱理解上帝通过圣经甲咱的教示。这咱长老教会内底嘛有真侪人真爱，所以咧做圣经研究，读真侪，啊读真侪注解册。这嘛真好，这毋是毋好，但是咱搁减一项，咱无背起十字架，真正甲伊行动出来。这三项欠任何一项，咱的信仰拢会停伫个本来的所在。咱爱有甲耶稣亲密的经验，所以咱爱通过祈祷，通过参加聚会，咱有搁较侪甲耶稣亲密的经验。咱嘛应该爱学习圣经，明白上帝伫圣经内底到底要甲咱讲啥。通过逐日的灵修读圣经，上帝有说甲咱讲话。但是敢若安尼无够，咱爱实际的行动行出来。当你开始咧行出来时，你会明白讲你过去所经验的代志，你会明白你过去头脑所理解的代志，伫你真正咧实践要听厝边亲像家己的时，遐个道理拢变做是我的道理。但是有时啊，咱听较多，做较少。所以伫遮，我用今日这段经文要甲咱讲，咱信仰学习的路，三项拢爱。神秘经验，也是甲上帝迄种亲密的经验。第二项是通过理解圣经，第三项通过咱真正伫日常生活中甲伊实践出来。这三个学生。真正缀耶稣去到伫各各他，伫耶稣受卖迄一暝，因也去到伫各各他的克西马尼园，伫遐来祈祷。我希望咱的信仰会通亲像安尼，咱毋通讲啊，咱即马安尼就真好啊！哦，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，保持现况就好了，不要再努力了，停在这里就可以了。信仰甲咱古早咧讲的话共款，如逆水行舟。咱着爱不断缀耶稣，缀条条向前行，勇敢背起耶稣互咱的十字架，咱就会通甲耶稣有更较亲密的关系。咱稍甲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
因为你通过旧约的先知，也通过伫新约内面的门徒，互阮看见阮家己。阮拢是软正软弱犯罪的人，阮也常常会贫惰、惊吓，阮常常会无爱搁向前行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通搁较侪来亲近你，互阮搁较侪来明白你，互阮搁较侪也愿意通过圣经来听见上帝你的声。求主你不时向阮显现，互阮会通跟对你，背起十字架来行勇行远各国他。我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过来吟诗圣诗第374首，圣诗第374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得叫，听见救主出声得叫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听见救主出声得叫，什么人要去做工？全拢到时留也熟悉，什么人要去受担？救主亲故就得叫你，伊无想是在阶段。谁人欢喜随时应讲，我伫这找我，世事微微祈求真恩来保佑福音真声，伊的慈悲是为有人每捌听救主的名。叫因会到正前，也会显我有一日，为着救主欢喜做工，伊会感纳赐福气。虽然言有不比天山，管道你毋达保罗，你会保养主的听他，互人免求世真道。世事微微求钱歹人，互因知晓你心肝。你为因带拢总细行，看因来互主受欢。无伫营营徛地对视，我无力通做啥工。做因做日日沉沦，主爱你早你救人。欢喜听谈救主命令，真来做福气时段。主得叫你紧紧着因，我伫这找我。请坐。奉献，请小所五节数黄团丁节数来施献。
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这是来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解，请咱来读两解。这个是我听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着听伊。马太福音17章第5节，请。这个是我听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着听伊。马太福音17章第5节。这个是我听的囝，我所欢喜的，恁着听伊。马太福音第5节。咱来看献开周报的第一页，是顶周聚会的情形，甲后礼拜服侍人员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教育部的课程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2页就是咱周间的聚会，甲小组的聚会。第3页是小组的大道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第4页是奉献的报告明细，请咱来看。若是有订单的，请咱用咱的结束来更正。咱先开第5页。本主日第一项，咱感谢陈牧师来到本会正道。咱伫礼拜后有一个专题的分享，对圣经看两性，欢迎大家参加来礼拜，来参加这个专题的分享。第2，财务部会伫训练会了，伫6楼的办公室来召开，请部员出席。第3，行政部会伫礼拜了，训练会了，咱伫6楼要召开吼，请部员来出席。第4项，咱伫礼拜等者报告了，要看吴牧师的影片的简介。第5点，咱2021年会友名录的公告伫咱4楼的公布栏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若是有订单毋对的，请办公室来更正。下主日4月初4，咱同心为着耶稣基督为世人受难的苦，请兄弟伫受难周期间无举行庆典活动，甲耶稣同行。第2点，4月份的月中集，长老林漳州结束老泰山小树湖。第3，主日礼拜后伫701要召开小组教会小组长联席会议，请各区长、小组长出席参会。12点半伫中昼12点伫703召开综合金星查会，请审查委员出席。咱4月份的中执会改做线上的报告，小会伫4月初3暗时7点半要召开，请小委员参会。小会消息，咱本会伫110年4月11日上午9点半要召开临时和会，为办理聘请吴夫人牧师的选举事宜，请咱的在职的会员一定要来出席，看重上帝所让，互咱通教会的恩典。请各位兄弟为着这项代志来关心代祷。假使你也有代志无法度出席，请咱事先咱的区长、小组长也是办公室请假，请咱大家来配合。第2点，2月28日和会推选的林嘉文姊妹是今年度的检察委员，因为伊已经做满2冬啊，照法规袂当到续任，所以爱经小会议决推荐淑慧姊妹做咱本年度的检察委员。2礼拜内咱会友无异议，咱就要正式列入和会记录。第3点，4月11日上午9点伫701
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。教会消息：同区联合受难者圣餐礼拜，伫4月初2暗时7点半，伫嘉南教会2楼的主堂，请兄弟踊跃参与。4月11日，咱的2场礼拜合并，伫上午9点半开始，请会友踊跃来参加礼拜甲投票。第3点，2021年教育部要推动全教会的读圣经速读，一年来读完规本的圣经，伫4月到明年的3月底。方法咱请家己来看。第4点，4到6月新安公已经到，请咱家己来办公室领取。教会防疫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教界的消息，8地教会开设的平安杯行动教会感恩礼拜，并被感恩暗会，伫4月初4下晡3点。礼拜地点伫大安区3号路27巷1弄7号2楼。暗会的地点伫时间是下晡5点，伫老船长餐厅。大安区果林路坎卡23至10号。报名到中昼12点截止。要为着互办的单位来方便统计。第2点，2021年北区属灵家长训练会伫4月初10到17两个礼拜六9点到16点，伫嘉南教会。参加的对象，牧师中级团契小组同工每人400块，请咱家己来参与。第3点，妇女事工部庆祝母亲节一日游，甲关怀弱小教会、富冈婴幼教会，时间5月初4拜2，地点要伫东后的粉鸟拿甲龙潭湖一日游，费用800块，请咱的妇女团契会长也是副会长来报名，到4月初10截止。4月份的生日名单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后礼拜咱要来举行庆生会，咱即摆来放吴牧师的简介。咱家己看一下吼。
上哦，请咱即时介绍甲大道请张传道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哦，会当请到咱陈尚林牧师，也是陈尚林老师，来到咱的中间分享信息，互咱真好的安慰甲鼓励吼。即时吼，咱用普仔声来对伊表达阮的感谢。好，以上报告。咱来上营上吟402首，听见救主出声得救，听见救主出声得救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阮求主恁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阮求你甲我带个保护，若是我言行欠比是正，让我独自遵守你脚言，互我伫黑暗中做工地，为做因错是袂难，这是我人生百千万。请陈牧师祝祷。愿平安的上帝，互恁家己一情成圣。愿恁的神、甲魂、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上帝听谈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众大家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万世代无尽。阿门。祝歌。电乐灭倒。平安礼，请咱用咱的
隔壁，所以耶稣听你。咱伫10分钟了吼，到40分的时阵，咱倒来遮坐好，咱来归灵会吼。咱40分的时阵，咱要开始专题演讲。咱等者换伫遮吼，伫礼拜堂吼，40分吼，咱等者40分开始吼，伫礼拜堂开始哦，40分，请咱大家尽量留落来听哦。